劉強東講，未來送快遞或者唔需要人手，員工每個星期只需要返工1個鐘。今時今日，你屋企門口響起叮咚嗰一聲，背後已經唔係一件快遞咁簡單，可能嗰一刻有一個送咗10幾個鐘，腳都腫晒嘅快遞員幫你送緊嗰一盒幾十蚊嘅網購。小編想問，呢一批快遞哥哥會唔會係 AI 時代前嘅最後一批哥哥？快遞哥哥又會唔會因此失業？送快遞係唔係外界所講嘅月入過萬？2024年全國快遞員超過450萬人，每日平均有4.8億件快遞在路上派送。呢一個數係咩概念呢？即係全國每一秒就有5000幾件包裹喺度派送。但就喺呢一個全世界最大嘅物流系統，有一班人日曬雨淋、風雨不改，跑樓梯、跑巷仔送快遞。佢哋撐起萬億快遞市場。依家劉強東講，未來快遞可能唔需要人參與， AI 機械人可以幫你送到屋企門口，自動放低包裹。聽到呢一句話，快遞員恐怕只能夠苦笑。2024年全國快遞業務量超過1700億件，2025年頭9個月已經跑到1450億件，比去年同期提前37日破紀錄。派件多咗，但快遞員嘅收入冇升反跌，好多快遞員要自備電動車、交保險、買工衣、俾押金，行業平均派件費下跌8%。2024年藍領就業報告顯示，快遞員平均每一日工作12到14個鐘，步數超過3萬步，月入6000至7000，流動率喺25%以上，每日平均派件數上升到250件至300件，即係話送得多賺得少。快遞業務量增長快過收入增長，最底層嘅嗰班人仍然喺度喘氣。阿強今年32歲，送快遞送咗5年喺深圳龍崗。佢話自己由夏天曬到甩皮，到冬天凍到手裂，日日都跑足10個鐘。佢話唔怕曬唔怕凍，就怕客戶一句你點解咁遲先送嚟？客人一投訴獎金冇咗，仲要寫檢討。有一日佢送貨俾個婆婆，婆婆簽收完講咗一句辛苦晒。阿強呆咗2秒，佢笑住話唔辛苦唔辛苦。有人講一句辛苦晒就一啲都唔辛苦。你對快遞哥哥嘅一句辛苦晒，可能比佢派件嘅獎金仲要值錢。劉強東講，將來快遞無人化本來係好意，減少重複勞動，提高效率，但對於基層嚟講，無人化聽落就係冇飯開。1750億件快遞，1750億次門口接觸，450萬人喺路上送件，42萬個鄉村郵站支撐農村寄件，而派件平均價一年跌咗10%，數字上係增長，感受上係消耗。所謂效率係用人嘅時間、體力、青春去換返嚟㗎。講真，送件送得快唔代表社會進步，送得有人情味先叫文明。你話將來全部都無人配送，咁舊樓冇電梯嘅點樣搞？舊區冇停車位。